们哦，疫情了后，创造新一代宅经济文化。请问哦，宅经济用台湾话安怎讲咧？哦，宅经济，美秀这边是鸟仔收经济，是安怎鸟仔收经济咧？你看鸟啊生出来时阵，是不是拢伫鸟仔收内面？对啊。啊，妈妈会飞出去外口，甲糖啊啥转来互伊食，所以拢屈伫咧厝内底。就亲像咱即马有一寡囡仔，较无想要出去，吼，拢屈伫咧厝的内底。 敢若亲像咱咧讲的，什么宅男啊，嘿啊，是，所以讲我是感觉伊是鸟仔收的经济，什么会拢伫厝内底做的，是。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居厝经济，居咧厝的有无？居咧厝的哦。窝在家里，居咧厝的，吼啊，因为即马吼疫情了，变成一寡人拢无介意出门，啊，即马网络够方便，啥物物件订啊，就送到厝里来。譬如讲，即马上时行一寡迄个宅男的娃娃有无？潮玩就是足时行迄红仔线，啊嘛是拢诶，因为即个经济开始种撑起来。是。大家都发现讲，哇，这个物件就是伊居咧厝的，才开始发展起来，所以叫做居厝经济。是啊，到底是倒一个咧？唔知哦。好，来两队，咱请选择。 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，即摆个电脑摆转来变过来哦。嘿，是，我先来问一个吼，来维尼边仔的阿威啦，阿威，好，阿威，你选的是阿雄，对，我爹呀，是不是姑爹呀？是。对，我感觉应该是居伫咧厝里，是，因为就是较无爱开钱的感觉，就是拢居伫咧厝。啊，毋过若是鸟仔秀的话，鸟仔秀的话，就是妈妈还是爱出去。哦，对，还是有一个厝里。佫是有一个爱出去爱对。哦，安尼嘛是有道理的吼。好，来这边，我是感觉吼，居伫咧厝的无讲介好听。啊，鸟仔秀重点是因为宅经济重点是网络。啊，鸟仔秀有一个网络的感觉，啊，不管是妈妈爱出去，还是迄鸟仔秀，我感觉有一个网络的感觉。老师，健康的答案是。 正确的答案哦是伫阿雄这边。咱定讲一个囡仔哦，无爱出去吼，拢规工顾伫厝里啦。啊，因为这个疫情了后吼，有真侪活动拢外口袂使做啦吼，所以拢叫人讲无得留伫厝啊，连有个人嘛无去上班，拢伫咧厝用网络，伫遐咧用迄个视讯咧开会啊创啥呢？啊，所以就慢慢创造这种。 经济行为啦，就是讲你伫厝诶会当卖物件，嘛会当买物件，吼啊，唔免讲出外口，啊，就创造出这，那像讲规工居伫厝里，啊，嘛会当创造这个经济，所以讲叫做居厝经济。来，这个影片哦，要互恁看一个国家，啊，这个国家吼两个字哦。哦，这个国家两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 哦，社长，你甲我行一条咧，嘿，这贵的哦，你知无？嘿，我知咧。拍摄你哦，好，来，你的两字的国家是倒位？看这个文字，我是要讲，嘿，应该是泰国。泰国。哦，厉害哦，泰国真险呐。来，老师，泰国对唔对？歹势，唔对。看字的哦，我是知影。细腻啦，好，不要紧，咱搁继续看入去，搁较了解哦。好，来继续。好，来，今日你的哇，这英文买通吗？英文买通。越南，你确定吗？法国啦，法国是嘛？哎，我两个字啊，两个字啊，迄唔是有牛呢？有牛啊？迄门吗？门啊，有牛呢？还有跳舞呢？係啊，还有迄彩色的粉呢？一里啊，真传统。真传统。人真多，人个真多。印度，叫印度嘛？
还是你要讲英文嘛会使？ Indian， 较细副。 Indian，好 Indian，印度。印度，你念无老师听较准。来， Indian 嘛，你讲台语好啦。印度。哦，老师无要听你讲。那真困难啊。印度。好，老师伊安尼讲，对不对？好安会使。老师人家太稳了。就可以得3000了。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对，这国家印度啦吼，因为看到舞啊，有看足侪香料，咖喱粉啊啥遐吼，啊有看到迄个跳舞啦，这拢是足明显的迄个印度的特色啦。哦，所以这个国家是印度啦。啊，若要讲英文讲印度啦吼。印度。印度敢若是咧讲迄个，即摆不然来去讲美国迄个 Indians。 是即嘛阿威甲咱的阿红，啊那咱阿威你台语讲了袂歹呢。自细汉拢是听台语大汉啦，哦，无听讲啊，毋过嘛是会使啊。嘛是会使，因为伊台语讲了真正呢。哎呀，真好啊！你讲你倒位的人？我台北。台北的。哎呀，看起来敢若真像是阿嬷带大汉的囡仔。对。是啊，是我嘛台北的啊。恁拢无成。我无成，我较真有真卡。你若是讲咱的制作人，我就知台北囡仔。台北囡仔。啊，若是，嘿，足侪人约我，毋是台北人。嘿啊，你看起来敢若较像什么中华啊？台南嘛，系中南部。较中部迄边的囡仔。会晓讲台语真正真好，真正袂歹啊，真正真好啊。上好是甲老岁仔人加讲，这是咱爱做的代志。有讲人歹话，人听无。哦，歹讲哦，歹讲哦。即摆咱若去外国，咱千万就袂当讲人哦，你看查某囡仔有够肥，袂当哦，袂当哦。伊会话头家来讲，你是你讲我啊。因为即摆哦，世界真济，拢咱台湾人拢会去佚佗。啊，甚至东南亚拢讲迄落。嘿，拢讲是嘿，河洛话就是咱台语啊，嘿，拢会讲，所以讲咱袂当学别去佚佗错嘛，嘿，唔通学别乱讲话。哦，好，来以上的，咱今日去倒去佗。是，咱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爱请恁讲出这个欧洲的大学是什么大学？拢总2个字。欧洲的大学哦，2个字的大学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大学真有名，试看卖。好来试看卖，有勇气就对啊。2个字的，欧洲的大学，剑桥大学，剑桥，伊安尼念吗？英文你试看卖，你有英文无？剑桥 High School。剑桥大学。你确定你的念法是安尼？剑桥，唔对，剑桥大学。哦，迄剑吼。剑，为什么是剑？嘿啊，你去看卖迄个字嘛。健康的健嘛。我唔是啊，唔是，剑桥，安怎讲啊？来，剑桥大学。好来，老师剑桥大学对不对？好，安尼会使。好来，分数签。终于得了3000咯！就是一直要互因拍平就对啊啦。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哦，伊本来讲剑啦吼，啊，这个字是剑啦，咱讲宝剑啦。啊，咱莫讲英语，主要嘛袂晓讲咯，会 Cambridge，对啦，有人剑桥大学，剑桥大学，对啦，听起来是完全无正确。啊，不过伊尾来有改过来啦吼，哎改过来，伊毋是当接受的，所以安尼算对。来，社长讲完了后，剩4个愈来愈歹选。好，打一个。跟一个冰冰好啊。冰冰好，好来，咱来看一冰冰的奖金有偌济。
哇，你是有答案的哦。那会拢安尼？不你老好我嘛，我有一个拼的机会嘛。你提起啊，阮那等下要安怎赢？拍摄。剩啊对，剩1万到啥？高清诶， 19000，这你若无对，1万2万5，高贵赢你1000，好，好 ，OK。会当啊，来咱家出题。请问讲一个人真交杯，是讲伊吼真后甲人做对，还是手头真闲无钱？来60秒的时真交间，嘿，真交杯。哦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真高甲人做对，哦，厉害哦！真交甲人做对，对唔对？这毋捌听过。哦！来，奖金。恭喜又得到万里咯！你啊看，伊的 podcast 是做什么会？台语的。有啊，所以讲会真了解这种热起来意会啦你无啦，你拍个是应该是算命的吧？我啦，你这厉害。面册啦，面册啦。好，来，咱夏老师来解释。我咱讲人真交病哦，就是讲这人真够共徛，真够找人的麻烦啦，所以就是跟人真够跟人做对啊。即嘛你无交病啦今。仔日我足欢喜来这个节目。本来我是想讲要摕100万，是。即马连2万的分数拢无。我应该是太水，太水哦，我的身价太水。好，咱来看者。无可能是5000吧？哎，来看者，太水奖金有偌济？好，你袂，有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每年是蛇年，犯太岁的人爱记去安太岁，但是你知影12生肖内底到底有几个生肖的犯太岁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同一年内底有几个生肖的犯太岁？是。一年内底。阮求救一个。好，来，来，几万。你知吗，妈妈？知影吗？还是你即摆无兴趣？不要相信我。你今嘛不要相信我啦！不要相信我。无啦，妈妈。没人讨论者，咱讨论应该安尼爱讨论者，因为吼，阮即马是一年拢输去啊。对。没当去啊！啊，精彩讲的嘛，啊，今仔来有欢喜无啊？现在讲讲，欢喜啊29个，29个，喂，4个啊，4个嘛，真正是4个。印象讲4个。有啦。 2个，妈妈讲2个。妈妈你该毕业啦。无啦，一定是要讲2个。是。因为犯太岁应该是2个啦。蛇年的一定犯太岁。4个啦，4个啦。4个啊，即摆讲4个啊。不要相信我。 是。你骂公公不要不要相信我，没有信心。 4个有可能呐。来，4个对唔对？哎。 相信妈妈啦，是，哈，相信妈妈。妈妈是讲你，妈妈是讲2个，那是阿威讲的是。我说不要相信。新家姐啊，有一定的高兴哦。哦，哎，好看。交配2万啊，好看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哦，这当然是即马因为庙的吼，你若去安太岁，甲你收钱嘛，啊收愈济愈好嘛。所以吼，因拢甲你讲吼，你若是。 共迄个生肖，你年是迄个生肖，迄个本命年吼，你一定爱去安太岁。是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对冲的，就是迄个啊，差6岁迄个啦。差6岁。是甲生肖内面对面迄个。啊，过来就是两边边啊，差3岁。啊，所以呢加起来拄啊4个。拄啊4。差6岁，吼，啊，甲差3岁，啊3岁2个嘛，差6岁1个嘛，啊，甲你家己，哦，甲你迄个生肖迄个，所以加起来拄啊4个。